華發天匯咧，今日正式開盤啦，現場人氣咧仲係十分之火爆嘅，價單咧亦都出咗嚟啦。58方嘅兩房咧，折實價125萬到150萬之間；85方嘅三房總價210萬到230萬。發展商統一送真裝修，呢個價錢嚟講咧，同早期嘅華發天戀差唔多。不過呢一期發展商喺產品以及實用率方面咧，係做咗大幅嘅提升。首先實用率方面咧，對比華發天戀咧，以前係得70%，依家華發天匯咧係做到90%到100%。之前55方只能做到一房一廳，依家58方咧可以做到兩房，而且仲有埋獨立嘅廚房同埋陽台。另外喺配套方面咧，亦都係做咗更多嘅升級，有會所啦，有游泳池啦，而且發展商咧依家仲有包租政策，58方兩房託管嘅話咧，每個月可以收租去到4000零蚊，幾乎可以抵埋月供啦。咁如果想要買嚟投資或者係度假嘅朋友咧，咁華發天匯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想要呢個樓盤嘅資料、視頻或者價單嘅話咧，可以後台問我發俾你。